大家好，我叫 Alex 啊，所以我係來自馬來西亞嘅。我介紹下我背景先啦。以前我喺呢個上市公司打工過10年啦，所以我以前係一位專業嘅電子工程師。打工過10年，點解我會最尾會揀入 BE 咧？因為其實一開始我都唔係幾中意呢個叫做健康嘅行業，因為我 join 嗰陣時正話嗰一年正話先32歲嘅，我覺得唔係我想做嘅嘢。但我第一個係我老婆做到，佢有好好嘅 result 啦，佢由以前嘅 L size 生完過後，咁變成一個 S size 咗，變成細碼咗，所以我睇到個 result 係幾好。After 6個月咗咧，我真正去了解呢個公司嘅文化、產品同埋個市場計劃啦。第一嗰個市場計劃真係好吸引我咯，因為響香港又好，響呢度又好，只需要100蚊就可以創業喎。哇！100蚊可以創業，有邊有食碗雲吞麵都會都唔見咗啦，係話先？而且呢一個係一個國際嘅生意，再加上個產品係因為一條着上去嘅褲，我覺得好神奇、好得意嘅，係咪？着上去除咗可以瘦身之外，又可以腳痛又可以解決啦，啲成績都係可以，所以嗰個市場好大。同埋嗰個市場計劃，因為有嗰個汽車基金同埋呢個房屋基金喎，哇！我打工10年都未有呢一樣嘢喎，點解100蚊嘅生意要有呢一啲嘢俾我哋唔會去攞咧？所以我就6個月咗，真正了解咗，我就開始去做，都做咗2年，我就成為咗公司嘅 RCCA 咗咯，而且組織都唔單止係馬來西亞，連喺香港啊、新加坡啊、印尼都有組織咗，哇！所以100蚊點都可以揾一個國際生意喎，因為傳統生意我哋想做遠啲或者係出國跨國嘅話都好難，係 VE 因為有做呢個線上啊 social media 嘛，係 anytime 可以做去出國，所以在最尾就入咗 VE 啦。